我終於有時間拆箱睇下今個月買咗啲乜嘢先。洗衣液點解要買 Yarn Living 嘅洗衣液？因為佢不含化學成分，嗰啲咩 SLS 硫酸鹽啊、人造染料啊、甲醛啊、磷酸鹽、人造香料、熒光增白劑咧，其實都會刺激我哋嘅皮膚，尤其是有皮膚病嘅朋友啊，又或者係關注健康、有小朋友、老人家啊、寵物啊，你要洗佢哋嘅衫啊，要特別注意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 Yarn Living 嘅洗衣液咧，就係會用得非常之放心嘅，全天然 plant-based 植物嘅成分。跟住咧，我都會每日數住自己食咗幾多蛋白質。咁所以咧，蛋白粉係我必須要補充，因為我知道自己食嘅蛋白質係唔夠，有呢啲墊底啊，有啲蛋白粉墊底。呢個 Balance Complete 雲呢拿味，咁我食一個咧就會有補充到11克嘅蛋白質，11克相對嚟講差唔多2隻雞蛋啦，係啦。咁我只要食2殼咧就有2隻雞蛋啦。跟住有綠茶味，我亦都係拎一條入邊一個獨立包裝，我就可以攞出街，一條亦都有20克嘅蛋白質嘅。我就可以真係數到自己食咗幾多蛋白質，確保自己個新陳代謝咧就會行得好啊！因為除咗我哋年紀漸長啦，新陳代謝都會變慢。咁如果你食唔夠蛋白質咧，就更加唔喐噶啦。點解啲人減極肥都冇效嘅咧？原因就係因為攝取得唔夠蛋白質係其中一個原因啦。跟住 Omega-3 就係魚油啦，優質魚油，仲要加埋有魚，對抗慢性炎症非常之有幫助嘅一個營養補充品。佢初出咧太受歡迎啦，所以咧一出又賣晒啦。咁跟住對抗而家流感季節 Inner Defense 非常之有用啦。咁保護住自己免受呢個流感嘅威脅。我亦都自己知道啦，食唔夠菜，咁所以咧就確保自己由蔬菜嗰度攝取到每日足夠嘅營養。呢個哎呀買得快，好彩，因為而家賣晒啦。維他命 B 加 C， 仲有呢個咁靚劑瑞文嘅盒，係咪好靚呢？我今個月買咗300 PV， 咁所以就係有 Life 9，有9種唔同嘅益生菌喺入邊，令到我哋補充翻腸道嘅好菌，到係第2個大。跟住有薑精油125 PV 早鳥優惠，15號之前都可以攞到。我最期待嘅19年 PV 送嘅薄荷精油啦，再加埋呢一套特別送俾會員嘅一套4個顏色一個樽，當然就係可以擠我哋嘅洗頭水啊等等咁入去啦。好大個口，咁亦都好方便入，亦都係有防漏設計啦，咁所以咧就冇咁易漏，同埋膠啦，咁亦都係好輕身啦，非常之適合我哋外帶我哋自己嘅喜歡嘅。其實我發覺啱啱去完台灣咧，其實有啲酒店又冇提供呢個嘅護膚素，啲朋友又要齋買嘅咁啊，就可以攞啲樽咧自己入。咁點解我都唔係咁用出邊嗰啲㗎啦？因為 Yarn Living 嗰啲又係全天然嘅成分啦，咁就會刺激皮膚啦，亦都係人造嘅化學成分啦、人造香料啊嗰啲，咁我亦都用得非常之安心，所以我都中意帶自己嘅洗頭水啊、沐浴露啊咁出。今次去台灣之前又收唔到，所以咧留翻下個 trip 先有得用啦。我就好中意今個月送嘅贈品啊，大家覺得點咧？